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轻松一就好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 伊克里姐姐，我刚刚非常的惊险，你知道吗？我被敌人包围，他们还有狙击手、火箭筒，还有直升机耶。所以呢？然后我就一个侧身闪过狙击手。后来啊，那个火箭筒啊打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刚好跳起来，于是呢，火箭弹飞过我的脚底下，一阵爆炸的气浪，嘣，刚好把我送上敌人的直升机。然后我就抢过敌人的直升机，顺利的降落在这个录音室来录音了。所以你闪过了狙击手跟火箭炮，对，还把敌人的直升机抢过来。你跳上了直升机，你会开直升机，然后你自己降落了直升机，顺利的来到这里，而且我看你毫发无伤。Of course， 而且呢，你看我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乱，是不是很帅？真的是帅的不得了哎！为什么哈？因为啊，动作片的男主角都是这样演的，男主角呢都蛮会遇到一个比一个更危险的大场面，最后呢一定会成功的逃脱，而且观众还给他百看不厌。没错。从刚刚到现在，这个凯翔讲的这就是动作片男主角的基本旅程，是类型片的固定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可以是一种公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公式呢，就像是吃火锅一定会配那个沙茶酱，有没有？要啊，对对。然后去吃韩式料理的话呢，就一定要搭配那个泡菜嘛，一定要有泡菜。对，然后这些呢都不是餐厅的独家创意，而是大家习惯的固定搭配。对，那同样的这个动作片呢，也少不了爆破追车，要。那爱情片的主角呢，一定会误会、错过，最后才相爱。对啊，观众呢就是喜欢这一位。这些公式呢就是类型片的标准配备。是少了这些标准配备，观众就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吼。哪里怪怪的吼。那当然啦，也不是每部动作片都一定要有高空跳车但一定要有主角一个人挑战惊险大场面这样的设计。这才是动作片真正的核心让观众呢在熟悉的这个剧情节奏中呢，享受预测与验证的乐趣。那这些公式就是观众和电影之间的默契。就算大家早就猜得到接下来要演什么啦，却还是乐此不疲。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一跟大家来分享不同类型电影的公式。是，那我们先从动作片开始。好的，到底动作片有哪些事我们都猜得到会这样演啦但每次还是百看不厌的桥段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场就演过的噔噔噔噔噔，矮黑主角，我是主角，我可以毫发无伤。动作片中呢，大家最爱看的枪战大场面无论多少枪林弹雨，主角呢只要帅气侧身一闪过去，一闪，子弹呢就永远打不到他。真的。还有，主角呢只要开枪，哒，就可以连开10几枪，都不用换弹夹。主角呢也根本刀枪不入，就像那个游戏里面的无敌模式Turbo 给它开下去不管子弹多密集，火力多强大，主角呢就是能够毫发无伤的给它活下去。讲到这里呢，我就要帮大家科普一下像点223口径的雷明盾步枪的子弹，离开枪管的速度高达每秒1219公尺。我们想象一下，一座国际标准的足球场的长度是100公尺，子弹在1秒内就能够飞越12个足球场。这么快的速度，人类根本不可能用眼睛看到子弹，更别提躲开了。而且就算是普通手枪，
弹夹容量也只有12到15发，根本不可能不断开火，所以现实中想躲过子弹，基本是天方夜谭。哎呦，不管啦，动作片就是要这样子演呐。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个枪林弹雨后，还要有一个，天哪，有颗炸弹要爆炸了，快点趴下！趴下，趴下！嘣！对，然后这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电影中的那个爆炸，对，就是一颗巨大的火球，加上 slow motion 慢动作，最后呢，就会看到主角从这火球中帅气的朝观众走出来，走到你的眼前哈，然后就好帅哦，真的。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终极警探系列，常常呢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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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现实生活中的爆炸是不可能帅气的走向观众的，因为大爆炸会瞬间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威力强大，会造成耳鸣、致命的出血性肺爆震伤。四处炸飞的残骸可能会不小心击中身体，造成重伤。根据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所提供的炸弹疏散安全距离指南，碰上身穿9公斤炸药的自杀炸弹客，至少要415公尺远，你才能免于受伤。你真的是很爱泼冷水，这冷水鬼啊！对，我是冷水鬼，我真的是冷水鬼。好了，再来，动作片的第2个公式。噔噔噔噔噔噔。黑主角，我是主角，反派讲话的时候，我可以趁机反击。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次主角呢被反派抓住的时候，反派呢不会马上伤害主角，反而会在那边长篇大论。我现在脑中有画面，不是开始在那边自我吹嘘啊，就是回忆过去的伤痛，对，或是呢解释这个复仇的计划细节。结果呢，主角就趁这个时候趁机的逃跑或是反击。对，那老实说呢，每次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就想说，坏人啊，你可以再继续说话啊，很快那个主角就要挣脱反击了啦。对啊，到底为什么这时候坏人的话要这么多嘞？我觉得你是不是很想来演一下？你怎么知道？那我演那个主角，你演反派，好不好？我很喜欢演反派。好，转身就来。剧透客语动作片小剧场，5、4、3、2 ，Action！ 我终于抓到你了，男主角阿凯翔。等一下，反派是这样子。我终于抓到你了，你要这样子。我不想演这种反派啊，我想要演国际等级的。OK， 好。你很奇怪。好。我终于抓到你了，男主角阿凯翔。我要用。等一下，我这边不用发出声音吗？等一下，你要演这种8点档的，你不是要把我绑在椅子上了？你要演那种帅气像 Tom Cruise 那一种啊！你刚刚那边什么好，再一次，5、4、3、2 ，Action！ 我终于抓到你了，男主角阿凯翔。我要用绳索。怎么了？不是因为你的表情太好笑了，你可不可以演那种很帅气，像阿汤哥那样，就是完全好像没有要屈服在我的这个手底下？你可不可以坚硬一点？你的表情可不可以？我是阿汤哥，勇敢一点。对。好。听众朋友，对不起，5、4、3、2，我来喊好不好？5、4、3、2 ，Action！ 我终于抓到你了，男主角阿凯翔。我要用绳索把你绑在椅子上。可恶的反派，可以请你绑轻一点吗？因为我昨天脖子落枕。告诉你，我为了完成我的复仇计划，花了10年建立了整个犯罪组织。你根本无法理解我的计划有多完美。我的复仇计划将会改变这个世界。三角形。这个时候呢，主角已经偷偷拿出预藏的随身小刀，默默割开绳索。你可能不知道，在你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地，就是为了要打倒你们这些刘海都不会乱的
动作片男主角。三角形。就在这时候，男主角阿凯翔已经挣脱，趁反派一颗梨子姐姐不注意的时候，制服了他。你怎么挣脱了？谁叫你要讲那么多台词？谢谢你让我有时间反击。没错，这个桥段的安排啊，就是给主角时间反击啊。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情节中，让观众更认识反派的人设。像我刚刚那段台词，大家就会更了解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对不对？也增强了反派的恶性特质，让观众看到他们的傲慢啊。这样一来啊，当主角反击成功的时候，观众的满足感就会更强。所以啊，反派话很多，主角可以趁机反击，是有助于故事的发展哦啊，也会为主角的反击创造了戏剧上的张力和反转。そうですね。好的，那接下来呢是第3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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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矮黑主角，我是主角，所有的密码机密网页我都可以迅速的破解。主角呢，只要轻敲键盘，1、2、3、4、5，大概5秒哈，就可以呢入侵银行网页或是机密网页，然后再随手插个 USB，马上呢就可以下载敌方的机密。就像我之前看的《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 的致命清算，就看到主角们轻易的破解复杂的维安程式啊！这时候呢，我也是给他佩服佩服。我每次看到这种情节啊，我也是给他佩服佩服。像那种企业级的安全系统，居然只要插个 USB 就能下载机密，还有骇客啊，在那边边打字边喊“我快破解了”。你不会觉得这些情节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太真实吗？对对对，好啦，不管怎么样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些套路啊，都是动作片中典型的主角光环。这种主角光环啊是有理论依据的哦。先让英雄救猫咪的作者布莱克史奈德就提到，主角必须活到最后。没错，他绝对不能死，总得死，不能死。好，因为故事需要他来解决最终的危机啊。如果主角在故事中太早受重伤，或是被困住无法逃脱，那么不仅会影响节奏，还会让观众觉得，这主角太弱了吧？所以啊，编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运用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动作片的经典公式，让观众明明知道会演什么，但就是爱看。没错，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猜到主角呢总是会毫发无伤，对，被反派抓住后总是会顺利的挣脱逃脱，对，又总是可以在5秒内破解密码，对，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支持动作片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看到主角在主角光环的保护下帅气的存在，刘海不会动。是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是动作片，对吧？接着我们要讨论我最想讨论的恐怖类型作品。恐怖哦！你喜欢看恐怖片吗？恐怖到了极点哦！我在问你喜欢看恐怖片吗？恐怖哦！感觉上你应该很怕。恐怖到了极点哦！啊，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有哪些我们都猜到情节会这样演，但每次还是百看不厌呢？来，第1点，恐怖哦！主角总是要去最可怕的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典型的恐怖片的设计耶！真的，我们一定要来演一下。要啊！这次我演主角。好的，来剧透客语，恐怖片小剧场，5、4、3、2 ，Action！ 这边有鬼啦，那边闹鬼啦，不要去啦！不行啦，我一定要去那边大冒险啊！有鬼，好可怕！恐怖哦！这间房子千万不要进去啦！隔壁邻家这边邻居都说，这边闹鬼啦！不行啦，它租金很便宜呀，那我一定要住进去啊！有鬼，好可怕！恐怖哦！
那边有奇怪的嗓音啊，那边有奇怪的声音呢，太奇怪了，不要去啦，千万不要去啦！不行啦，我太好奇了，我一定要去看啊！为什么会有怪声音呢？啊，有鬼呀！恐怖哦！恐怖哦，真的是恐怖到了极点哦。好，你看主角是不是一定要去恐怖的地方？而且呢，通常还要没办法开灯哦，只能靠一些很烂的照明工具哦，像是微弱的蜡烛、坏掉的手电筒、没电的手机光源等等等等哦。然后这些工具呢，光听就是非常的不妙。真的，要是我的话哦，一定会找10几个人啊，等到大白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再过去。真的，这其实是编剧刻意的设计啦。明明就猜得到这些地方闹鬼不应该去，但是就是要看主角自找麻烦啊！有部电影啊，那一开场就是一群大学生半夜参加试胆大会。哦，你是说女鬼桥吗？所以那一群主角是真的自找的哦，对，自找麻烦，自找麻烦啊！反正主角就是要去最可怕的地方啦，这样恐怖片才可以揭开序幕啊！抽。好的，紧接着呢，再来就是恐怖片类型作品，那些我们都猜到情节会这样演，但每次还是百看不厌的第2点，听一点。恐怖哦，恐怖到了极点。主角不能照镜子，照镜子就会看到鬼。在很多恐怖片当中呢，都会有这个桥段哦。对，潮湿的浴室有一片镜子，是一抬头啊，有鬼！黑暗房间里的镜子，一抬头啊，有鬼！半夜电梯打开，一看到电梯里的镜子啊，有鬼！空无一人的停车场，主角准备开车调整一下后照镜，一抬头啊，有鬼！拿出包包的随身小镜子，准备要补妆的时候，等一下，那个镜子那么小，有点挤，可能要先瘦脸。你在说 ？OK， 好，怎么办？好好笑。好了，总之呢，他们一抬头看到镜子后，就是会看到鬼啦。对，你很烦。好了，接下来。第3点好不好？就是我们都猜到情节会这样演，但每次还是百看不厌。是什么呢？就是逃跑的时候，跑着就会跌倒。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招。这蛮神奇的哦，因为这通常呢会被安排在女性的角色身上在被鬼追的时候。对，你知道，明明上一秒女主角还跑得好好的，很会跑。对。突然呢，就因为一颗小石头啊，或是树根啊，甚至是没有来由的自己绊倒自己，绊到自己的脚，也可能是这样。然后就摔倒了，对，然后就摔倒了，然后就让鬼追上来了。没错。你可以跟我讲吗？到底为什么这么紧急的时候都一定要跌倒哈？是不是因为要让鬼有时间追上来？我要正经点。好，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那个拍摄半夜鬼上床的恐怖片大师魏斯克莱文曾在访谈中提到，主角跌倒的桥段呢是刻意安排的哦，目的是用来增加受害者的无助感，让观众呢更能感受到角色的恐惧。那另外一位导演呢，希区考克，他的电影中也有类似女主角无助跌倒的经典场景。他说他设计这些场景的目的是为了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脆弱。这些名导演的访谈中都分享跑一跑跌倒这个公式设计在过去确实是恐怖片或动作片的标准套路，但近年来确实越来越多导演开始有意识的改变这种模式，或是用更合理的方式来呈现角色的脆弱跟惊险感啦。好哦，那这是恐怖片的部分，对不对？没错。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的是你最喜欢的爱情作品有哪些我们都猜到情节会这样演，但每次还是百看不厌呢？好，我们先来分享第1点。第一个就是主角呢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完成告白。对，例如呢，我们常常看到那种剧情来音乐，怎样？主角发现对方已经准备离开了 ，OK， 才惊觉自己快要失去对方。
是要离开去哪呢？这个部分就要看罗 PD 的预算，如果制作经费高一点的话，就可以安排他出个国啊，然后再也不用回来了。那如果说制作费低一点的话，就去一趟新竹啦，或是美浓就可以了，是不是？好啦，总而言之呢，每次都是对方准备要到国外展开新的人生，然后已经抵达机场，准备登机，就在这个时候，是主角呢一定会穿过车阵中，抵达机场，紧急的急踩刹车，是。直接就停在航厦门口。我每次看到这个情节啊，我就不相信没有警察会来哔哔哔。对，他可能有先找那个代驾服务啊，然后把他车开走。好了，对，好。然后呢，男主角呢就下车之后嘛，就往大厅去，然后在大厅四处的奔跑，对，手扶梯上上下下。到底为什么要上上下下？最后突破海关警察重围，就在登机口前，是不顾一切的向对方告白 ：“Mary， 撒拉嘿哟，爱中音，爱给女神，我的人生不能没有你。”烟火音效，咻嘣！好的，我冷水鬼来了。我们先来澄清一下，电影里的浪漫桥段，现实中真的很难发生，好吗？没有机票根本跑不进安检区啊，更别说在登机口大声告白，好不好？对啊，没有带护照也不能进去，好不好？是不是？被说服了。好了，说不定人家早就买好机票啦。好吧，只是没有演出来。好啦，那像电影呢，《爱是您，爱是我》的最后那一场戏我也有看。里面的小男主角呢，就是越过海关，冲去登机口跟暗恋的女同学告白。那一段真的超感人的。但现实世界，机场保全可能会先把你按在地上好，但为什么爱情电影特别喜欢压线告白这种套路呢？明明知道不合理，却还是每次都被感动。这就是因为爱情故事的节奏是先制造误会或障碍，累积张力，然后在最后一刻才冲破阻碍，压线告白成功，有情人终成眷属。从心理学来看呢，人们对差点错过的东西会产生更强烈的珍惜感，所以呢，编剧总是安排主角拖到最后一秒才说出口，仿佛早点告白这段爱情就不够珍贵一样。我也要来举个例子好不好？像那个电影啊，《傲慢与偏见》里啊，达西和伊丽莎白绕了一大圈，经历了误解、骄傲与自卑的拉扯，才终于坦白心意。你看这种角色啊，是不是都到最后关头才突破阻碍，鼓起勇气告白？那观众情感也会跟着被放大，让这场爱情显得更刻骨铭心。真的，这种感觉呢，就是明明知道一定会告白成功，还是会忍不住替主角紧张，对不对？对啊。好的，这也就是爱情作品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地方。好，接下来我要来说第二点。就是失忆的主角恢复记忆。在爱情电影或是戏剧中呢，常常有因为意外失去记忆，然后又恢复记忆的桥段。剧透课与爱情片小剧场，5、4、3、2 ，Action！ 我是失忆的男主角，我撞到头了。哎呀！好，撞到头啊！失忆的主角，你还好吧？你会不会因为撞到头就恢复记忆了呢？我是失忆的主角，我看到某个物品，这就是那个哪个？到底哪个东西？哪个？我是失忆的主角，我听到某一句话，就是失忆的主角，你想起什么了吗？你想起来了吗？你怎么了？我想起来了。什么？你是我高中同学？不是，我是你的高中老师。
你知道这句广告词吗？你知道吧？这古时候的广告词，天哪，超老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大家没听过，一定觉得我刚刚不知道在讲什么啊！不管啦，不过之前有很有名的日剧《初恋》，你知道吧？其实就有让那个女主角失去记忆，最后恢复记忆，与男主角再度相恋的圆满结局。但是我还是想要补充一下，现实与电影还是有差距的，因为医学上记忆恢复通常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你刚才那边然后瞬间就全部的记忆都找回来，好吗？好啦，接下来呢，冷水鬼是不是还要介绍第3个点？你说我是不是？对。好，第3个点就是化妆后换上礼服的女主角，仿佛换了一个人，让男主角心动不已。就像这声音搭配女主角从画面中走出来，镜头呢会先给女主角一个局部特写身上的珠宝、红唇、礼服裙摆、高跟鞋，接下来镜头再带到男主角身上，从一脸惊讶到心动的表情然后男主角就开口说 ：“Mary， 你今天很不一样哦。”少来。最好是这样就认不出女主角。我每次这样我都很不能接受，前后是有差这么多是不是？可能有素颜跟化妆后，好像有可能哦。糟糕。好，不管。许多爱情电影的这个设定中啊，主角可能一开始是个不起眼的普通女孩，但只要换个发型，穿上礼服，摘掉眼镜，男主角就会瞬间对她产生兴趣，女主角的其他特质也会被男主角注意到。这个设计很常见哦。例如经典爱情作品《麻雀变凤凰》，你有看过吧？有，超经典。那里面的那个茱莉亚·罗伯兹遇上了理查基尔，当茱莉亚·罗伯兹换上了高贵的晚礼服，我还记得那套礼服是黑色的，那理查基尔一个转身看到了他，就被他迷住了。好夸张哦。我也觉得，严格说起来，男主角其实并非突然改变啦，而是因为女主角改变形象带来的新鲜感啊，我是这样觉得，所以让男主角重新关注女主角，进而发展出新的情感。总言之，无论换个造型就变美，或是隐藏真实身份的设定，我们都会猜到情节都会这样演，但每次还是百看不厌。对，好的，最后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压轴类型，就是我最喜欢的推理类型。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我以我爷爷金田一根柱的名字发誓。你以为你讲这2句台词就可以真相大白吗？好啦，其实呢，写好一部推理作品的难度远比想象中的高。其实推理作品好难写哦，很难。它不只是要讲一个好故事还得精心的埋下线索，让观众参与推理，可是又不能太容易被猜中哦，还是要适时的误导观众，让那个悬念保持到最后。那这就像设计一场缜密的解谜游戏。创作者必须安排好每个线索的位置，引导主角步步逼近真相，同时控制观众的推理进度。太简单没有挑战，太复杂又容易让人家放弃。嘿呀，那说到这里呢，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到底有哪些我们都猜得到情节会这样演，但每次还是百看不厌呢？推理类第1个就是永远不相信主角这个套路真的太经典了。对，例如呢，这个推理剧的主角是个警察，那他的上司呢一定不会相信他，对，还会来一句：“你已经不归我管了，把你的警徽交出来。”对，然后主角呢就被停职了。这个情节很多部戏都会这样演呢。但神奇的是呢，他没有警徽，他的破案效率呢还是比整个警局加起来还要高呢。而且观众就是要看这个。对。你看像这种情节设计，还可以凸显推理剧主角单打独斗的英雄形象。好，那我们紧接着来讲，我们都猜得到情节会这样演，但每次还是百看不厌的第2个就是死者的临终留言一定要留下不完整的线索。真的是像是呢倒在地上用那个血写下一个名字的开头字母，然后就死了，对。
或是被害者呢握着手机对，剩下最后一口气，在荧幕上只来得及打上一个之，你是说啵的之对吧？对， OK 这个之，然后大家呢就会猜凶手，可能是姓张的，或者姓赵的，或者姓周的，这主角真的是会查不完呢，因为线索就只有一个之，是不是？对，还有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啊，死前会先留一口气，你知道干嘛吗？讲一些废话，然后最后一口气也不把关键内容讲完，然后就死了。要不要来演一下？那我们马上进入剧透客语推理片小剧场，5、4、3、2、action。我现在重伤哦，我重伤已经快要死了。小姐，这到底是谁干的啦？你告诉我侦探阿凯翔，我一定帮你找出真凶，讨回公道。我觉得你这个侦探感觉不被信任呢，怎么感觉上没有很专业？有反差感。好，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的家人。你的家人？你对不起你家人怎么了？啊，你先别说这些啦，凶手到底是谁？快点说啦！凶手是，凶手是，你怎么就这样死了？我还没死，那凶手是他就是谁？是谁啦？他是，你倒是说完啦，是不是很讨厌？是不是很讨厌？我真的很不喜欢他刚刚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废话？我想要再演一次，你问我凶手是谁？好，凶手是谁？王小明。他为什么不要这样就说出来就好啦？好像说出来就没有感觉了吼。可是好像太快了。可是不觉得刚刚那样很讨人厌吗？我真的很不开心演太久也不行，对啊，演太短也不行。你就说凶手王小明就好了。好，对不起。好的，接下来第3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凶手永远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人。如果呢你在电影开头呢觉得某个人特别没有存在感，对，那他10之8九呢就是凶手。真相只有一个，毕竟编剧不会白白浪费角色篇幅。这其实在推理作品中非常容易出现设计一个误导的状况，让观众的注意力被引导到那个明显的嫌疑人身上，然后在最后再来个大反转，让真正的凶手浮出水面。这样大家以后看推理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猜那个最安静的那一位就是凶手，这样根本就不用花时间查线索，直接锁定最边缘的角色就可以了，对不对？是说推理剧也不会那么简单啦，所以大家还是要乖乖的跟着主角一起找真凶才可以。没错。好哦，你看哦，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明明我们猜得到，大家都还是买单的各种经典的公式。那这些公式之所以可以反复的被使用，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类型的作品中都扮演着强化故事节奏、引导观众情绪的重要功能。像是动作片的有没有那个英雄光环你刚演的超英雄的有没有？还有那个爱情片的这个压线告白，撒浪嘿哦，对，甚至是恐怖片的那种角色总是要给他跌倒，哎呀，这些元素啊，其实都是在让故事更加有戏剧性，让观众的情绪呢随之起伏。所以这些公式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运用与变化。当熟悉的公式能被重新包装，加入新的叙事角度，甚至超出观众的期待，它就能从老梗变成经典，甚至让影史留下新的名场面哦。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让我们想到了一个客语的灵感。对，既然今天呢分享的电影桥段都是我们可以猜得到，对，我们就来教大家猜有关的客语。是的。那今天的客语教学一开始，先让我来唱一段，猜一猜，猜一猜，明天会不会开怀？你为了要教猜这个字，还找了那么久远的歌，真的是给他很用心呢。红唇族的猜一猜，是不是？
我怕很多人没听过。其实我是想要唱一下而已啦。哦，就猜一猜，猜一猜，猜一猜，噔噔噔噔。好啦，说到猜呢，我们华人的元宵节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猜谜。没错啊，最早是有人将那个谜语写在纸上，然后粘在那个灯笼上让大家猜。以前在庙里面都会这样子贴在灯笼上，然后让大家去猜灯谜。那后来呢，大家觉得这个斗智的活动啊，很适合热闹的节日气氛，所以就越来越多人响应了。对，所以呢也很适合刚刚那一首猜一猜。好，赶快开始今天的客语教学吧。Let's go。客语的猜四线腔，团；海陆腔，团。好，那客语的猜谜语怎么说？四线腔，团亮诶；海陆腔，团亮啊。好，那猜猜看的客语怎么说？四线腔，团宽宽诶；海陆腔，团宽宽啊。那如果我们答对了，我们客家人蛮干脆的哦，只有一个字，答对了怎么说呢？四线腔，错；海陆腔，错。这个短促音有没有很可爱？错。哦，要仔细听哦，听起来很像华语的错，有没有？对，但它其实有个 o 的尾音，错。还有啊，如果我们要附和别人的答案，我们不是都会在旁边说对。那我们客语呢，就是错。等一下，那我海陆腔就会说错。对，你讲的对，错。对，好啊，那既然教了对错，是不是也要来教不对？对，好不好？那不对的客家话怎么讲呢？四线腔，错；海陆腔，错。我们今天是不是来把大家弄混啊？对，错，对不对？好的，那教完这几个这个基础的这个单字呢，阿凯翔今天是不是准备了题目要来考大家？不是考我，是考大家哦。错，我准备了5题跟电影有关的灯谜哦，要让大家来团坤坤呢。好的，来吧，第一题。团坤坤呢，有一系列的动作片，急速飙车击败反派，老大最爱全家人。大家猜猜看，5、4、3、2，我公布答案喽！公布答案，玩命关头。错嘞！耶！第2题。好的，团坤坤呢，哪一位动作片男主角带着锤子飞上飞下忙不停？我觉得这题大家一定猜得到，好不好？我们在5、4、3、2，公布答案。雷神索尔。错嘞！耶！好像很简单呢。雷神索尔应该蛮简单的，因为他就是拿着锤子一直飞来飞去啊，忙不停。好那第3题哦。团坤坤呢，哪一部电影的主角总是黑西装加太阳眼镜，拿出一支笔就让你拼死意？这个应该也不会很难。5、4、3、2，公布答案。MIB 星际战警。错嘞！这一题应该也蛮简单的了。好，再来第4题。好，第4题是团坤坤呢，哪一部电影这家人不能发出声音，活下去只能靠每天比手画脚？这就要看你喜不喜欢看恐怖片了哈。我要公布答案喽。公布答案，境界。错嘞！最后一题，团坤坤呢，哪一部电影的主角呢是身穿白衣从电视爬出来？超经典，不过很老了啦，好不好？是哪一部电影呢？5、4、3、2，公布答案，贞子。错。电影名字呢是《七夜怪谈》，好不好？不是贞子。因为我想要让你练习一下抽啊，也算是陷阱题啦，好不好？那接下来换我出题哦，可以吗？团款儿，哪一部电影的女主角穿高跟鞋还可以跑赢恐龙？有恐龙哦。5、4、3、2，公布答案。就侏罗纪公园咩？错。是侏罗纪世界。侏罗纪公园是我高中时候看的。
好久以前。好了，如果大家有想到什么有趣的电影猜谜，也可以留言给我们，跟我们分享哟。好的，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本日教嘅行业有哪道？今天教的课语有哪些呢？好的，课语的猜四线枪，团海陆枪，团。课语的猜谜语怎么说？四线枪，团亮诶，海陆枪，团亮儿。猜猜看怎么说？四线枪，团宽宽诶，海陆枪，团宽宽儿。答对了，课语怎么说？四线枪，错，海陆枪，错。那答错了，课语怎么说？四线枪，错，海陆枪，错。希望大家都有学起来哦。那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快速复习，可以哦。四线枪，团亮诶，团宽宽诶，错，错。海陆枪，团亮儿，团宽宽儿，错，错。好的，那今天的句会课语，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罗 PD， 我想加个戏哈。你刚刚那即兴演出演不够啊？嘿，我觉得演不够。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剧透小剧场，5、4、3、2 ，Action！ 你那个5、4、3、2喊得也太快了吧？因为赶快演。哦，好，来吧。快，红线、蓝线还是绿线？你说拆炸弹吗？好，我现在很冷静，我要演刘德华，快帮我选！我要选蓝线。我看过好几部电影，最后都是选蓝线。不是，我是说，等等下班要赶去电影院，要搭红线还是蓝线还是绿线比较快？可他真的很冷呢。猜一猜，猜一猜，猜一猜 ，Let's go！